近期香港的抗争运动越演越烈，情势日趋紧张，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的稳定与发展。我们相当关注香港的情势，对此，今天特别提出几点重要的声明。第一，我们不乐见香港的抗争情势不可收拾。香港是一个有法治基础的社会，我们希望香港各界，即使彼此在看法上、立场上有所不同，仍应以理性沟通代替暴力相向，这才是化解歧见、解决争议的根本之道。第二，我们并不认同以暴力方式处理群众运动，也反对采取激烈手段驱离民众，希望港府加强与民众对话，体恤民众心中的疑虑及了解民众的需求。我们呼吁港府当局应重视民主精神及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，才不会造成社会更严重的对立。第三，我们相信爱护香港的居民一定是期盼早日安定，不要再爆发冲突。我们希望港府与大陆当局能以互相理解的心情，尽速建立与抗争者的沟通管道，双方找出对话的破口，寻求共识，让争议和平落幕，早日恢复香港的安定与秩序，才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与观光旅游的正面发展。第四，我们也必须重申，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有国旗、国号、国军与国法，与香港完全不同，并不能相提并论。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对一国两制，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。我们坚守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，这是海峡两岸能维持和平稳定发展的所谓定海神针，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一贯不变的坚定立场。这是对于香港近期的抗争运动越演越烈，我们基于重视而且关切香港的状况，所以特别在我们中常会，我提出中国国民党非常恳切的一个声明。